咁啊，身為一個完全唔識做戲，淨係識唱歌同埋寫歌嘅人呢，我係好慶幸仲有一個渠道可以參與到電影嘅，就係透過電影歌曲啦。而以我所知，今年嘅入圍者咧，好多都又唱得又演得。我哋一齊睇下入圍名單。榮獲提名最佳原創電影歌曲包括《久別重逢》，《久別重逢》作曲陳光榮，填詞 Oscar， 主唱鄭伊健、陳卓賢。不有我談的那場戀愛，作曲戴偉，填詞梁柏堅、何妙琪，主唱張天賦。What if 看我今天怎麼說，作曲戴偉，填詞鐘雪，主唱陳雷。普度眾生，破地獄，作曲填詞主唱林家謙。甩咳，記了一整個春天，作曲馮之恒，填詞黃樂兒、周耀輝，主唱邱彥彤。第43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原創電影歌曲得獎歌曲係《普度眾生》，得獎電影《破地獄》。今次係林家謙首次奪得金像獎最佳原創電影歌曲獎。恭喜林家謙！大家好，我係林家謙，多謝大家。哇，好重啊！呢個獎原來，好想多謝香港電影金像獎啦。咁多謝投票俾普度眾生嘅每一位。咁我想特別多謝破地獄嘅團隊，特別係導演陳茂賢同埋Parsons， 多謝你哋邀請我去第一次去唱同埋寫電影歌啦。跟住好想多謝每一位入場入戲院去睇過破地獄嘅每一位觀眾，特別係 stay 到最後聽埋呢隻歌先走嘅每一位，多謝。最後想多謝大家支持香港電影，希望我嚟緊都會有機會再參與電影工作啦。最後多謝祖師爺。得主佢憑住普度眾生獲得呢一個獎項，恭喜晒作曲填詞主唱嘅林家謙。好，我哋望望正中間先。OK， 請問邊位朋友想發問呢？可以舉手。回答問題啊？係啊，問答大賽啊！而家係可唔可以舉手呢？有冇邊位朋友？呢度。家謙，你自己都知道自嘲啦，或者係南和派嘅唱歌嘅歌手啦。頭先多謝祖師爺講笑嘅啫嗬。唔係啊，講真。點樣幫到你啊？我成日都有時喺訪問都會講多謝祖師爺，係其實係代表住呢套戲嘅靈魂，即係咁講，即係好似我覺得即係除咗呢隻歌啦，電影嘅作品都好似有祖師爺庇佑咁樣。即係咁，同埋我隻歌都係源自於呢套戲嘅靈魂，咁所以就其實係想多謝呢套戲嘅靈魂。你覺得幫電影做即係音樂，即係做歌曲，同你自己平時做歌有咩唔同？我可以好似抽離自己個世界咯。可能我本身即係如果冇呢套戲呢，我係唔會特別去寫生死或者普度眾生呢類型嘅歌。咁有咗電影俾我一個新嘅世界，或者係咯，即係佢編寫出嚟呢一個故事同埋世界呢，就會豐富我自己本身人生閱歷所得到嘅感受同埋經歷，好似係好特別興奮嘅，因為好似係跨咗一個界別去掉咗電影界別，但係又攞緊一個音樂嘅獎項，咁咪
即係好似開咗一道新嘅門，但係又唔係話太陌生咯，即係好似都係音樂嘅，咁但係咦喺電影界入邊嘅音樂，咁我覺得好新鮮、好興奮、好開心。仲有冇提問？好，恭喜曬藍老師、林家謙，恭喜你喺右手邊，右手邊。大家你應該借下個獎，林家謙個獎。你唔好啦。